叫袁妹儿，后面又改了。他那次回来，他身体有点问题，查了是早期，然后现在休学吧，就是休息一段时间，不严重。现在在成都这边待着，现在应该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去。长风韵，那个西藏国庄，对，这个西藏国庄，哦，西藏国庄也来了。两